珠海香洲呢套咁靚嘅海景房，之前250萬，而家170萬就有找啦。帶你睇下咁靚嘅景觀先。呢度咧就係湖景，樓下就係情侶路哈，對面就係深圳，仲有香港。翻到深圳只需要40零分鐘嘅車程。我哋步行到呢度咧，就係體育公園，仲有中山公園，非常之靚嘅。視頻裏邊咧，客廳開間可以見到係4米闊，層高3米，正裝修，拎包入住。而家見到嘅就係高級標準。入門口做咗一排到頂嘅鞋櫃位、儲物櫃。廚房裏邊嘅4件套電器贈送俾你嘅，包括中央空調都係有嘅。然之後呢邊4間房，冇話1家3口、1家5口都夠住。呢邊咧就係客房、兒童房、公住房、公共衛生間嘅位置哈，非常之靚，南北通透嘅，採光好好。主人房套間帶有一排到頂嘅衣櫃，仲有獨立嘅洗手間位置。然之後睇出去嘅景觀咧都係好靚嘅喎，睇湖景同海景哈。首期30萬拎包入住。